继续来看，这个新北市甲高雄市拢有长辈差一点去互骗去，加在有警员甲行员的帮忙，老先生来补助辛苦钱。较特别的是高雄的这位老先生，伊讲伊接到电话，对方甲讲有人要甲伊户头的钱庄领甲空，老先生就青惊，赶紧冲去邮局，才发现讲这是上新的诈骗的手法。我们有收到报案说有人要领报案人的钱是什么？老先生赶到邮局的头一句话是：有人要领我的钱。恁邮局的主任讲敲电话我讲有人要用我的证件来领我的。老先生接到电话真紧张，就惊家己的钱也无去。邮局不会打电话给你，应该是诈骗的。千变万变不离 ATM 啊！原来这是新型的诈骗手法，互被害人抓准家己的钱要互领了，紧张甲走去银行、邮局，好甲在警方赶紧甲出动。该名男子有口道。你们主管刚才打电话到我家，说有人要领我钱，邮局经理就出面查证后，并没有拨打电话给该名男子。在新北市78岁老先生总去银行要领钱，讲是欠电信局电话钱，要领250万。银行行员认为这有可能是诈骗，遂来通知警方。叫我再用这笔解，了才伊才我叫我用这笔解讲。原来这位老先生嘛是拄到诈骗集团，好甲在警方和行员随甲老先生讲，才甲250万补掉。我要领嘛吼，慢领吼，我就促销啊。促销。警方呼吁民众提醒出来是大人，若是接到可疑的电话或者是通知，一定要提高警觉。任何问题拢会使卡105反诈骗专线，加开时间查证，就会使减少自骗风险。